继续来看台北市的和平天桥，有袂少电视电影拢去遐取景，更加是在地人的生活回忆。但是台北市政府无讲安怎，就伫咧10月底公告讲，天桥已经使用40天啊，今仔日就要拆掉。公民团体是发起联署来抗议，但是敢若争取到听都工程慢一工尔尔，在地人是气噗噗。 和平天桥伫咧新生南路和和平东路口才40年前，每个月天周杰伦到导演李安、杨德昌，真侪电影 MV 广告拢捌伫咧这座桥取景，嘛是在地人自细汉行到大汉回忆。不过即摆台北市府大公告讲，要来给拆掉。我家住在这边，你叫我怎么走？ 看工程人员要甲天桥封锁，在地民众去甲动手偷封锁线。伫咧车辆真大路口，天桥是在地民众通行的重要路线，强行要拆掉会无法度接受。会再有老师带幼稚园囡仔，特别来甲天桥讲再会。会很希望天桥可以不要拆。未来到底要怎么过这个马路？是选择不要来，还是选择要变成都要集体行动？伫咧天桥关白真侪时段，在地人用粉笔留言写回忆，搁有大捌伫咧遮取景相片。公民团体发起联署，希望和平天桥袂正做回忆。本地今仔日就开始要拆，因为有人咧抗议，暂时延后一天。请问一份9月做的报告，为什么10月就决定要拆除？我们认为说这个天桥应该还是要先经过审慎的评估，无论是交通、使用年限、艺术价值、文化价值等，再来判断说这座天桥的存留与否。好，发现就是说，主要是因为那墩柱落墩的位置，它影响右转的那个行车视线。那我们在信义基隆这个案例里面，那我们觉得说，事故有帮助，对，所以在和平跟新生这个路口，应该用安全的角度来做这个思想。市容和建筑规划和在地人的回忆起冲突，理性和感性之间要如何取得共识？和市府投靠莫里修。 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